好，赶快看看你手上的摸彩券哦。如果是的话，赶快，那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排队了。对，大家可以大家可以赶快来同乐哦。那接下来的这一团呢，是由高2的学生，他们从高1的时候呢，就一直开始练习音乐，然后玩音乐到现在哦。而且呢，我听说他们的团名非常特别，大家都知道有一出韩剧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吗？有没有看过？有看过《来自星星的你》？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他们的团名为什么会叫《来自非洲的你》呢？听说啊，他们的非洲是因为主唱长得很黑，主唱长得很黑，可是呢，他唱歌很深情哦。对，听说他唱歌起来的时候，一点都非常的像一个那种深情王子一样。哎，那请问一下，你今天为什么要穿西装呢？穿的这么的帅气。对啊，大家都这么的 freestyle， 为什么你是西装？昨天，因为今天学校开放穿便服嘛，然后昨天呢，我的两边就是这两好伙伴们，对，他们传讯息跟我说，我们明天一起穿西装好不好？哦，好啊。然后来到学校，我就看到他们穿这样。所以我们可爱的主唱又是被骗就对了。没错。不过你穿起来真的很好看哎，我觉得真的很符合你今天要唱的那种深情王子的感觉。虽然团名还蛮特别的，叫做非洲哦。不过我相信大家一定等一下会被你们的声音还有你们这一团的演出所感动。好，那我们欢迎黄伟宏、陈轩逸、刘欣宏、陈志轩、林奕慧所带来的圣诞节。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几乎绝对满人的感觉。思念的忘记你我错过喧哗的街，打开了看的花园。落单的恋人替他破茧，只能独自庆祝今晚的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它陪我过夜。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改变我们的世界。Lonel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的像天上的纸屑。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它陪我过夜。Merry Christmas，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改变我们的世界。Lonel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写卡片能寄给谁？心碎的像寄生的纸屑。电话不接，不要被人发现我今天都关在房间。缓缓的笑声，进来像海盗的音乐。眼眶的泪，温热冻结，握着电视里的无聊节目，躺在沙发上，变成没知觉的植物。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来回我们的世界。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写卡片能寄给谁？心碎的像寄生的纸屑。谁来陪我孤身暂借 ？Merry Christmas。赞哦！谢谢，真的很深情哎。谢谢我们深情王子带来的演出。对啊，这也未免太动听了吧，深深打动了我的心。其实我们新国高中的学生有多元发展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学校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面会想要突破自己。